Sorry 啊，成日都鼻敏感。唔緊要啦，注意好自己身體係最緊要嘅，因為敏感發作咧同埋免疫力系統咧有住非常密切嘅關係㗎。而我哋腸道咧就係身體裏面最大嘅免疫力系統，咁所以腸道健康咧係非常重要嘅。讓你嘅腸道裏面吸收翻增加多啲嘅好菌咧，咁就免疫力提升，成個身體都會好好多啦。好似識好多嘢咁喎，以後靠晒你啦。靠我，又別靠佢啦。每日一粒避敏瓶，專門針對季節性及長期鼻敏困擾，臨床實證2日改善鼻敏感，仲有效改善鼻塞、流鼻水、打乞嗤、花粉過敏等鼻敏症狀。小姐，你聽得好感動喎。諗多咗啦，流眼水啫。咁啱啊，流眼水都係靠佢啊。添加專利後生元、益生元同埋2大天然草本成分，佢嘅抗敏益生菌組合可以幫你從根源改善鼻塞、流鼻水、打乞嗤、鼻癢、流眼水、眼癢、氣喘、咳嗽、8大敏感及解決敏感復發問題。簡單啲講，如果你純保健用嘅咧，每日1粒；如果你有嚴重鼻敏感嘅咧，每日2粒就 OK 噶啦。唔使咁擔心喎，純天然成分，冇稅意，亦都冇西藥成分嘅。